妹妹，吃早点了，妹妹。妹妹，哥哥给你梳头来了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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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妹妹人呢？妹妹不见了。九师兄，你搞定没？放心吧，小师妹。啊。来，小师妹，我给你送吧。别，九师兄，你先别管我，你先走。你说什么呢，小师妹？师兄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？趁那个妖女还没回来，咱们赶紧逃吧。九师兄，那个女人的目标是我，如果我现在跑了，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还会有第2次、第3次和第4次的。可是，哎呀，九师兄，你别多说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去找个帮手，教训那个妖女。师兄一定会回来，你等着啊，一定要等着。大哥，你们去那边找。好，走，我们去那边。说妹妹，你们早点回来啊！好，咱们赶紧走吧，走，去那边。好。秦朗，我妹妹不见了。她在哪儿？把她还给我。不。即便你曾经对我有恩，但她是我的底线，你绝对不能伤害她。你爱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你们3个到山上去找。是。你们2个到山下。是。我们走。冉冉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小师妹，你可真是个倒霉鬼啊！从小到大，大灾小灾不断，亏你还能活到现在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赶紧回去搬救兵吧。岳公子，来，秦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秦公子，小师妹被绑架了，你赶紧去救她吧。在哪儿？在山后面的破庙里面。你现在马上去通知苏家公子。是。走，带路。走。日轩，你我朝夕相处，整整3个年头。自从你知道我的心意之后，就对我避而远之。一直以来，我以为只要我等，我就能等到你回心转意。可是你心里只有月影，只有他。你闭嘴！我偏要说。如果现在我把月影还给你，你应该感激我，不是吗？你够了！
他不是月影。我真的不是月影。他居然说他不是月影。既然不是，你干嘛担心他？日轩最爱的人叫月影，而你就是，所以他才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。这位姑娘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我不是月影，日轩他误以为我是月影，才会救的我。可我真的不是他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，日轩独留一声叹。一档空间里长短。月影，相见是一难，想念和你不是一直希望他想起你吗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想起我会要了他的命，我宁可他一辈子都想不起来。琳琅，我去找他。这里已经没有我留下来的理由了。快，前面就到了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小师妹去哪儿了呀？难道她自己逃走了？秦公子，琳琅，你太不听话了，跟姐姐回岳灵宫，不要再到处乱跑了。青天姐姐，你别着急，等我办完事啊，我自然就会回去的。萧沐尘，你还有时间跟我纠缠？你的小师妹已经毒发昏迷了。什么？她就在前方的庙里，你还不赶紧去救她？月影，你会没事的。别碰他！果真是你！你把他怎么了？金狼，你我的账可以日后再算。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先把他送回去。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害他如此？二师兄，小师妹呢？小师妹她被绑架了，我找人来救她，她就不见了。哎，二师兄等我！哎，等等我呀！你以两副面具示人，要我如何相信你？我不想再与你争执。那就把他交给我。金狼，你是真的想跟我打吗？你就不怕伤害到他吗？日轩，月影，你究竟把他怎么了？他身上的毒发作了。他为何会中毒？是不是因为你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。住口！
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岳峰，秦公子，怎么一会儿没见面就打起来了呢？你敢动我小师妹的话，我跟你拼命！是他绑走冉冉的。他是不可能伤害小师妹的。你又是谁？他是我二师兄，绝情剑萧沐尘。萧沐尘。小师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师妹，玉，等一下就好了。日轩，日轩，你让他看到你的脸了。照顾好的。既然今日你执意要跟我做个了结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小师妹，九师兄，九师兄，你怎么样？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是谁？那个戴面具的男人，应该是魔教中人。九师兄，小师妹。你们几个，快把他带走！快！我妹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希望尽快带她回家医治。至于岳峰，你们放心，他的后事我会妥善处理。安顿好妹妹，我们兄弟几个就会尽快赶去岳家。日轩哥哥，你受了伤是追不上我的。静心，平心，止气，止息。你为什么会来郡城？我追随琳琅来此。走。日轩，我不是月影。九师兄，怎么了？九师兄，你不要死！九师兄，
表妹，他醒过了吗？还没有，一直在说梦话。表姐，我替你吧。岳家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？总算全都料理清楚了。岳老爷悲痛万分，岳夫人也哭晕了过去。我们苏家欠他们太多了。还不知道冉冉醒来会怎么样。你照顾妹妹这么久了，回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是啊，表姐，你回去休息吧，妹妹我来照顾。明明前几天还好好的，岳峰说没就没了，冉冉现在又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一切都跟魔教有关。我们看到的那个戴面具的男人，应该就是冉冉之前在太乙山见过的岳灵宫右护法日轩。日轩？可是萧慕尘却说，他不是坏人，不会伤害妹妹的吗？我们现在手里的情报还是太少，只能先保护好妹妹。静观其变吧。这一次，我又欠你一个人情。等等，你去哪儿？我想再去看看他。冉冉，你醒了。妹妹，你终于醒了。冉冉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妹妹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怎么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妹妹，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。来，喝水。我记得我被一个女人给绑走了。冉冉，不要强迫自己。是个戴面纱的女人。后来，九师兄找到了我。好了，妹妹，不要想了，好好休息。再后来，我们被绑到了一个破庙里。接着，妹妹，怎么了？冉冉，怎么接下来的都想不起来了？后面发生了什么？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是九师兄救我回来的吗？对啊，岳峰带着秦老把你救回来的。当时你昏迷不醒，所以不知道。没想到九师兄这次这么靠谱。等我病好了，一定要去看看他。不过
我想他明天应该就会来看我啦。妹妹，哥哥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岳老爷最近在江南开了新的生意，叫你九师兄过去帮忙打理。他当时走得急，所以就没来得及跟你道别，急忙上路了。那他要去多久啊？这也说不准吧，恐怕也要有个3年5载的。3年5载？那我这么长时间都看不到九师兄了。好了，妹妹，你还是休息吧，别再想了啊。相约于三烛火风中禅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欲当空劫，离长短，相见是亦难，想念何以堪？多顿的东去，或盼的春来，蓦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亦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或摇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山。